從事音樂教師工作的50幾歲女士，今日到來我們辦事處尋找性價比高嘅聽力方案。平時上音樂堂時，由於右耳聽力差，時常出現聽唔清楚尷尬情況。她原來用緊一個右耳8000多元傳入耳式助聽器，但戴得唔舒服，耳痛沒有用了。替女士做聽力檢查，發現她左右耳天生耳道狹窄，右耳中度弱聽。女士耳道狹窄，不適合使用傳入耳式助聽器，給女士試用我們的16通道 VKI 專業助聽器。外出在繁忙嘅紅綠燈口試機，16通道 VKI 專業助聽器，噪音抑制理想，人聲清晰。女士決定購買我們這款16通道 VKI 專業助聽器。祝願女士在使用我們這款助聽器後，聽力得以改善，音樂教書工作順利，工作開心快樂。